大家好，我係羅李，今日揸5B。5B 嘅起源，依架5B 行得嘅咩？5B 唔係行嗰架咩車嘅咩？哇，後面更醜樣。而家
冇人。等一陣啊！我喺前個位等我一陣。等一陣。我掹緊屎啦已經。啱食嗰個黑色嘢，可嚟咯！幫媽換水啊！揸咁唔 B 啊，得唔得？冇人，呢個就
下一站，下一站西區橋場。下一站正街德輔道西，Yes， 唔知佢好入，行下開咗條。下一站東邊街德輔道西，呢度就有人落車，更少就有人落車多。下一站修打辣街德輔道西，修打辣街冇人啊，又冇人咁少整，我好似飛咗站。我頭先行係飛咗一個站。哦，冇飛。哇，130幾。係咁下錯。原來我已經到咗永安中心。我攞咗呢架車去過河。
站恒生銀行總行大廈德輔道中。皇后鎮廣場，唔知咩啊？好，有人落車嚟，嗰陣下一站歷山大廈德輔道中。好啊，我哋喺呢一度落車，轉26號，轉九巴嘅26號。唔俾坐好啊！今日就往利德站工程，我要俾人上車。我哋開九巴俾佢有。
我真係算咗，不如我哋揸一架2400過去1A 嗰度，但我唔知點過去。好，今日嚟到呢度，拜拜。